了国际消息，新型冠状病毒第二波疫情，依然伫国际上伫传，伫全世界确诊的人数。 日前进程已经超过900万人啊！世卫这秘书长谭德赛估计，全世界一礼拜后有可能将近1000万人确诊。其中，世卫特别点名这个美洲地区，特别是拉丁美洲，估计已经超过22万人死亡。北美的美国警告，20州的疫情有反弹，和这个疫情本来已经较降温有较回。纽约联合其他2个州宣布讲，高风险州的民众若要来，都要隔离14天。 We expect to reach a total of 10 million cases within the next week.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一开喙就讲，歹消息，其中美洲地区特别被世卫点名，尤其是拉丁美洲，真侪国家的确诊人数过去一礼拜就加25%到53%，死亡人数更加超过22万人。因过这个惊人的数字，想要办活动的哥伦比亚民众拢总唔惊。 政府不得已出动军警，将因拢赶回去。美国某20个州疫情快速的反弹，其中加州连2天内确诊人数增加69%。疫情降温中的纽约州赶紧甲纽泽西、康乃狄克州联合发布立为警告，防止病毒为其他的州带入来。People coming in from states that have a high infection rate must quarantine for 14 days. 大西洋另外一边，英国嘛开始进行疫苗人体试验。And what made you want to do this? Is just health Irish? Yeah, well, we need a vaccine, don't we, moving forward? So. 威廉王子亲身到牛津大学确认疫苗研究的情形。英国将伫7月初放松防疫措施，世卫方面是乐观其成，认讲英国的检测疫苗系统足以阻止疫情扩散。